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讲，阁有这个机师来喂着病毒。这个是中营航空的外籍机师，10月22日登来到台湾，进行5天的居家检疫，加9天的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结果伫第5天居家检疫期满的出关日，这个 PCR 的采检是阳性。特别注意的是，伊有来做过2剂 BNT， 啊，伫居家检疫的期间有来派杯。 疫情期间，航空业照常运作进前，为着病防护真无简单，甲控制落来。即马又阁有机师确诊，一个中央美国籍机师伫10月13飞洛杉矶，17登来台湾。伫期检期间，阁派出去18飞安哥拉至22登来台湾，因为已经做过2剂 BNT， 依照规定执行5+9的防疫措施，却伫期检满5天出关日 PCR 检验是阳性。 不仅飞过了很多不同的机场，那也跟很多不同的组员一起交叉排飞。居检不派飞，我匡列的组员只有2、3位，但是如果居检一直在循环派飞的时候，我的组员可能到达的10几位甚至20位，我们也很难去厘清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所以就更难的对症下药。 这个技术讲，过去14天，若是机检就执勤，目前无发现违规的情形。不过会控制偌济人，中营航空表示讲，一直交由指挥中心来说明。上进前，只要有这个国际航空技术向过身，在机检中各派任务，这款的制度敢是要检讨啊？ 如果真的是因为有这个长期工作的问题存在，交通部民航局会在跟航空公司进行了解之后，如有必要来调整这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轮班或者是直飞的情形。机长的心声，唔知中央有听到无？技术工会28下晡卖发起黄票大行动，表达无声的抗议，因为机组人员的信心，若是到红灯，恐惊会影响到飞行的安全。 好来，乡亲啊，今仔日继续加零哦。指挥中心来公布着今仔日上新的疫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不过，这个境外输入有6例，男性2例，女性4例，分别为日本、美国、英国、吉尔吉斯甲蒙古来入境，其中有3例是突破性的感染。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16394例，其中这个本土病例是14589例，死亡的总人数。 847个人，啊，这个指挥中心嘛来宣布讲，11月初2到11月15维持疫情的警戒第2级。啊，即摆传出阁有机师来确诊为着病毒，这个感染的途径是为倒位来的？是毋是有来做基因的定序呢？来听指挥中心详细的说明。 这一位他已经经过2次的这个隔日的采检哦，那第1次是 CT 值29，那我们刚刚出来第2次采检的结果是28，所以这个变化不大，而且是往这个病毒量稍微高的方向在移动哈，所以推测应该是刚刚感染不久。那他的这个抗体的检验结果也刚出来，就是这个，因为他打过2剂的 BNT， 所以他的这个S 抗体就是打疫苗之后产生的 S 抗体是阳性，这个就表示疫苗还是有产生抗体哈。那另外感染所产生的这个 N 抗体的话，目前仍然是阴性，就表示说应该是急性期的一个感染哈，才刚感染不久而已哈，所以后续还需要再追踪它整个病毒量的变化。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刚刚感染不久，所以推测比较有可能还是在最近这一段就是飞美国的这个直飞的期间有可能是在这个外站或者在航程或者什么其中感染到，那这部分还需要再详细的做一些疫调。那它这个病毒的这个基因序列我们也会进行哈，就是。 不过，对最近大概都要看到，就是说每一个礼拜所公布的都是 Delta， 所以如果结果是 Delta， 也并不意外。我们主要是要去发掘说会不会有可能是一些现在比较特别关注的一些变异株哈。那目前这个定序是会进行，那有结果会跟大家做报告。好，来请最高好，中视新闻提问。